或者心情来看到在地事事行行823炮战，保护咱台湾平和金门马祖拖249的这个榴炮的拖车已经趴远伫咧金门，因为烦恼讲变做歹当旧社，互人提起化价拍卖。这个建业书籍协会和金门县县政府国防部做伙来计划，望讲会当甲伊定整理过，会当互这个亲像是马祖梅石营区的模式，开放互游客来遮参观，嘛会当保存珍贵的文物，有新的观光胜利。伫金门野岗山的炮阵地，一搭这个叶贴趴远去的草地啊，顶悬放一座这个已经生鲜落壳的拖车母，上前一个看，伊的来头阁真大。这是民国40年美国援助的249榴炮的拖车。伊捌伫823炮战内底保卫台澎金马的安全。它是2战时期呢，那个美军用过火力最强大的榴炮。煞尾这个炮身的刷顶档改用铁基路，这个拖车母就互人放伫个炮厝内底，嘛豆豆互人袂记哩啊。一个年久月深嘛已经生鲜冻害啊。这若看伫个老军友的目睭内，实在真毋甘。就惊讲上尾啊变做歹当旧社甲卖去。书籍协会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提出这个拨用的计划。我们逐一去检讨，看看哪些是需要留用的，再经过国防部的核定之后呢，有部分会移交给那个县政府他们来管理。伫个维护原始物件大方向，国防部同意把这个拖车母先甲保留落来。最好是连炮阵地，然后连火炮，连这个目前今天所看的这个一起结合，全部一起结合，才会它的公共价值才会成套才会提升。军方嘛，伫个进一步来研究讲，要来点出249的榴炮阵地，甲火炮的本体。未来要来打造正做战地观光的模式，开放予民众来参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